哎呦，好久没爬山了，早知道就坐马车了。你不是要看看沿途的风景吗？看那边，这就是1000年前的南梦湖啊。嗯，你们家之前就住这儿啊？是啊，以前北烈大举南下，攻破了火风堡，俘获了北安王。若是再突破琉璃谷，我们这片世外桃源就要变成人间地狱了。哼，有我们陆大哥在，北烈那帮蛮子简直是痴心妄想，做他的春秋大梦去吧！对，做他的春秋大梦，做他的春秋大梦，驱逐北烈，驱逐北烈，保家卫国，保家卫国，傻瓜一划，傻瓜，陆小花，给我站住！今天非杀了你不可！所以在你经历的过去里，我们发生过什么呀？哈，某些人啊，对我可凶了，一点都不温柔。你说的那个杨子，他是个什么样的孩子啊？年纪小小的，却像个大人。那阿爷肯定会很喜欢他。我们回家了。回家了，回家了！陆小花，快去开门！不许再叫我陆小花。就叫。自从阿爷离世以后，每年只有祭奠阿爷的时候才会回来。这个家好久没有这么完整过了。郭伯伯，阿元、阿石，你们可算来了。打从你们进城，我就认出你们来了。都说呀，陆家的一儿一女都进了宫，在宫里做了大官，被困在火风堡的乡亲们日日夜夜都盼望着你们回来救我们呢。你们受苦了。可昨日在城中，您为何不与我们相认呢？我怕军中有李丞相的人。义父，义父还在江东没有前来，您为何会害怕义父呢？义父，阿石，你糊涂啊！你们都以为北安王是自尽的吗？北安王是被李邕李丞相秘密杀害的呀！说什么呢？你胆敢诬陷义父，我……阿石，阿姐，他都是在胡说的，是不是？他定是受人蒙蔽，所以才诬陷义父。你随我过来，莫要吓到孩子。阿石，李丞相根本就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他为了一己私欲，通敌叛国，残害忠良。他早就不是以前的李丞相了。我之所以瞒着你，是因为你的性格直率，喜怒皆形于色。到时候虎豹营和羽林卫就会自相残杀，敌国便可以趁虚而入了。这怎么可能？阿石，这怎么可能？要想将他的罪行一一揭露，是需要时间和机会的，切不可心急。老人家，这个孩子是……他是北安王的孩子。可传闻不是说北安王的孩子已经死了吗？
李庸的确心狠手辣，也想斩草除根，但他却不知道，北安王与一婢女早已暗生情愫。这婢女在北安王遇害之时已怀有身孕，最终生下这孩子，但她也因难产而死。这个婢女就是我家闺女。北安王爷，他确实处世之后皇室血脉。当今圣上无后，如果保不住这处世最后一丝血脉，李庸怕是要谋朝篡位呀！绝不能让李庸知道这孩子的存在。李庸心狠手辣，不除掉这孩子，定不会罢休的。绝不可能，义父不是那样的人。我不信，我不信。阿石，你过来看看他吧。无论如何，这孩子都是受害者。他也许是圣国未来的希望。圣国的希望。老人家，这孩子叫什么？他还没有名字，要不你们给他起个名吧？阿姐，你来给他起吧。其曰无衣，与子同场。王于兴师，修我甲兵，与子偕行。我希望他做一个身先士卒的君主，与将士同在，与百姓同在。楚同长，他就是楚同长。楚同长这名字好。他就是统一九国的圣武帝，楚同长。这孩子未来会统一九国？虽然记载不多，但这孩子的确是一个励精图治的明君，日后会开创一个太平盛世。这位公子还会算命啊？我略知一二。你所谓的精心策划，现在竟然被一个女人给打乱了！北烈折了一名大将，现在又失了火凤堡。此回北烈，我赵启龙恐怕是难逃一死啊！越急就会越乱。我怎能不急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陆渊这个女人不是善茬，她今天能凭空造物，明天就能取你性命。你对她百般纵容，迟早是养虎为患。我李庸承诺过的，何时实行过？可现在哪还有机会杀戮诗啊？有一个地方，你说什么？有一个地方，凯旋之日，他定会卸甲而亡，毫无戒备。他怎么突然哭了？许是困了吧？我先带他上去睡觉吧。我跟你一起去吧。陆家丫头，我还有一个请求。您说。你是否能带这孩子到江都生活呀？我一个老头子，还能带他几年呢？他只有跟着你们，才能像这位公子说的，将来干一番大事业呀。好，我会收养他，护他周全。太谢谢你了，顾伯伯，您快起来！我替闺女和北安王谢谢你了。顾伯伯，您快请起，快起来！您放心，顾伯伯，您先休息一会儿，我去开门。好。陆长公，杨副将请您回火凤堡一趟，说是有难民安置问题，请您回去协助。难民安置？是的，陆长公。我先回去一趟。我陪你一块儿去吧。
陆长公，杨副将等您呢。嗯。不哭了，乖啊，乖，不哭了，不哭了啊！通常不哭了，好不好？乖，通常，郭伯伯，他是不是饿了？要不要去给他找一些吃食啊？你们在这儿好好看着，我去给他找点马奶。嗯。哎呀，嘿嘿，四儿又着落了。怎么一直在哭啊？雪耻之日即是今日，随我占据高地，杀入火凤堡。九国纷乱，总要有人一战止戈。我们一定会等来和平的那一天的。阿谦，他定是受人蒙蔽，所以才诬陷义父。可现在哪还有机会杀戮诗人？有一个地方。他终于睡着了，好可爱啊！我以后也想有这么可爱的小子。你怎么知道是小子不是姑娘呢？我更喜欢姑娘。哦，好啊。呸呸呸！谁要跟你生孩子啊？以后啊，儿子、姑娘。我都喜欢。这以后要是生个儿子，我就教他骑马、打猎。这将来要是生个女儿呢，我也要教她骑马打猎。怎么都是骑马打猎啊？天天打打杀杀的，你就不会好好过日子啊？这天下不太平，哪能好好过日子啊？天下天下，就知道天下。算了，谁让我心甘情愿呢？我路上跟你讲了这么多，你也跟我讲讲呗。你经历的过去，我们都发生了些什么？那可不能告诉你，否则呀，等你见到曾经的我，你所做的一切，就是刻意为之，不是真情实感。不对，你别动，我去看看。郭伯伯，郭伯伯，
为什么我还会有和你相处的记忆？如果我们的命运已经被改变了，你这次选择留下来，那你想的时空应该已经终结才对。若你与今日的我继续走下去，为什么我还会在我的过去遇见你？若没有当年的因，又何来今日的果？正如没有你，当年恐怕就不会有那块凤牌。这说明一切还在按照原来的轨迹发展。见血封侯之毒，你们是义父派来的人。小兄弟，这么紧急的事，杨副将为什么不亲自来啊？城里事务实在太多，杨副将抽不开身。可陆长公不会骑马呀，为什么不备马车呢？是啊是啊，杨副将特意备了马车，就在竹林外面，马上就到。是吗？陆大哥，别出来！陆大哥，你快进来！别让他们发现孩子。你们谁敢上？所有人，玩怒剑！杨副将，别让他们跑！报，撤！阿史。
阿诗，阿诗，阿诗啊，阿诗，你说话，你睁开眼看看阿姐。不可能，你不要跟阿姐开玩笑。